做花灯、做古仔灯的技艺慢慢来训团，也毋过寻到这个90外岁国宝级的老师傅，也是真坚持，继续来创造传承。尖嘴眼举的真细致了后，因为每一个动作拢是功夫。行入小寨甘老水花灯世界内面，这一拍一拍的灯光，和这动物作品真逼真，像这只真水的孔雀，伊的毛就闪闪细细。动物的体态甲肌肉的纹路，更加是花灯的重点。甲别人制作的方式无同款，自细汉就爱画图的肖老师，作品的图拢是伫伊的脑海中完成的。你嘛是炒过起来这个骨性起来再来生起来。好用了万事起头难，所有动物花灯拢是为头开始做起。也不过肖老师伊学的源头却是无师自通。无拜师傅的，阮父阮就咧会可怜的人足多啊，看人歌啊，家己讲我日本。蟠桃以及12生肖都扎得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一般说来，较早只要是过年过节，也是元宵的庆典，拢会使看到这款手工的花灯作品。因为有真侪人拢会家己做花灯，也毋过要变成专业，只能外靠不断练习甲热情。老师傅到今啊，拢要你坚持创作甲教人做，伊的作品捌摕到工艺设计奖。灯笼就头就即摆抽电，自然物质甲古水变互做花灯。精准定义花灯的艺术价值，小寨甘老师真欢喜地讲，会做甲袂使做为止，嘛希望讲会使我可以家己将这个工艺传落去。